咱神机。哦，你今仔哇，那水干的哦，这身悬啦。你用这边，互大家看者。这边哦。哎，这边哦，袂歹袂歹。这真正是尺度窈窕淑女啦。天哪！天哪！恁大家看就知啦，我今仔穿安要来舞厅跳舞啦。啊，是吗？对啦。跳舞，我行路拢袂使好好行，是跳舞。穿这无都行路去。无，因为很合啊。哦。很合啊，袂使食薯棒啊。这奇怪呢。哎呀，今仔日难得这样子。你讲是去舞厅哦？舞厅跳舞啊。你有确定吗？哎呀，无咧。去有较气质的所在。气质啊。古早时阵啊，迄是足繁华的所在。你有一个伫北部。北部足繁华的所在。天哪！啊，台北城啊。台北城是台北城，但是什么所在？什么所在？嘿。我来甲你讲啦，窈窕淑女甲你讲啦，吼。你惊我看起来种难有钱的所在到底是要去倒位呢？大稻埕。大稻埕啊，我哪无想到。是啦。对啦。你知影，迄个所在啊，古早时阵因为是港口嘛，对无？港口是毋是足侪人，足侪钱，足侪钱足侪歌手。嘿。什么款的歌手？什么款的？就是迄工人啊，足够担当的。是体力的。体力的。无啊，搁有足侪老师傅啊。做西装的啊，做西装的师傅，旗袍的，拢伫遐内底，拢伫遐内底，啊，拢有足侪行啊来的歌手，所以今仔要带咱大家去遐佚佗就对了。去大稻埕。哦，安尼我今仔日请两个好朋友，因对大稻埕我最了解。是吗？是谁呢？阿雄啊，怡静啊，要来佚佗啊！穿到这查甫的水嘞，查某的搁较水安尼。查甫的水，体格真水啊！对啦，阿姨安尼吼，安尼才甲我讲话，安尼讲你遮水，你嘛这步甲拍2000啊，互伊咧。拍2000哦，这袂使啦，钱不露白啦，等下啦。哈，安尼哦。哎呀，吼你看。哦。哎，咱制作单位哪会啊？哎呦，是真的哦。哎，我当初是真的嘞。哎呦，几钱嘞？你骗看，你骗看。哎，是真的耶，包红包哦。哎呀，你看这，有无？这是真的无？是真的，是真的，真的。啊，真的啦，我今仔日是要真正。单位安尼呢？你这拢把红蒙看嘛？你那一直提这。咱的奖金是真的。啊，这是当时要还哈。等下，你慢慢来等。我今麦新的呢。爱大队，加油！对有啊。我规精神拢来，等下搁问啦，大家要出发哦。我邀请我的导览先生。我导览先生是聂雅书。伊4年进前呢，伫大稻埕翕相，唔那是帮世界各所在来台湾佚佗的旅客翕相尔哦。伊嘛是大街小巷拢行透透。哦。嘿，啊，伊上爱的是替一寡老师傅啊、专家啊个家族的珍贵画面去甲伊翕来。哦。嘿，所以今仔日呢，要邀请我的导览先生，就是感情摄影师毛怪老师。哦。毛怪老师，你去拜拜哦。无，毋是拜拜啊，咱习惯啦，歹势。大家好。萨瓦迪卡。你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好，我是伫大稻埕翕相的人，我叫毛怪，大家拢叫我毛怪。是啊。是，伫大稻埕这边呢，有足侪人穿搭配，共阮穿足水的旗袍的。是。所以呢，比方是我伫咧做工课时，我就翕足侪穿旗袍的人客，对。啊嘛有记录足侪各式各样的家族甲故事安尼。是啊，今仔日要出发进前，咱有考核。好。你准备好啊未？准备好啊。大稻埕的歌手唱伫倒。要找内行的，爱去行啊来找，对我生一年，你就知。哎，多谢，欢迎毛怪老师请坐。怪老师。魔怪。哎，伊拄则讲要找内行的。对，我找一个。我来去找，这应该是大稻埕的口音吼。我来。你感觉这是倒位的？
这应该是海口腔的海口腔啊，要测，嘿啊对吧？那感觉佮阮中华鹿港差不多呢，鹿港哦，对。耗子真正是内行的，一听就知我鹿港人无唔对。你鹿港人，我鹿港人，啊走去大稻埕翕相，是你。啊咱鹿港才好翕，你唔翕，你走去大稻埕，那呀，我想无呢。我多啊！你若做摄影师伫台北的所在，较好找头路嘛，对无？过来就是讲吼，大稻埕伊虽然讲甲鹿港最像的，不过伊嘛有伊家己的味道、家己的氛围，嘛就吸引人的啊。所以我就感觉讲大稻埕是一个最好的所在，我就想要伫遐留来翕相安尼。你的封号是感情摄影师，你是翕什么款的感情？是安尼咧。我做摄影工作已经做10多年啊，其实我以前做商业摄影时，我就介意翕录像的。不过吼，商业物件翕久了，感觉讲拢差不多，拢翕model嘛，拢翕水安尼。安那，咱水无安那。无水嘛真好啦，不过吼，有当时啊，就感觉讲吼，较无一个感情的交流。无感情，有感情，但是无交流。嘿啦，一个model拢迄个阿斗啊，拢无法度沟通，无法度，无法度感情的交流。较早拢翕model啦，今仔日阮model才水着，你再讲翕，你坐，安尼好。好，安尼好，安尼赞，过来去一张，好，来笑一个，好，真赞。啊，搁一张，very nice，这里，气质咯，好，赞。来看迄边，眺望远方，对，赞。好啊，等，搁一个，嘿，搁一个，男主角啦，红绿灯，妈妈带囡仔，你也甲讲爱安那摆 pose， 好，安尼表情真好，表情100分，好赞，两个表情拢100分，好，哎哟，赞甲安尼，哎哟，水。来，请坐。所以拄则你摄影的时阵，有一个重点，你有发现无？啥物重点啊？伊都会讲鼓励，好，安尼水，安尼好看。对。对啊，对啊，你听到会感觉心情足好。是啊，因为伊的客户留下影像的客户，唔那是水的少年的尔，搁有100岁阿嬷。敢是后壁这位？是的。这位100岁呢？其实哦，旗袍对这侪人来讲是最有感情的存在。有的人吼，细汉的时阵可能就看家己的妈妈，看家己阿妈咧穿；一若无就是吼，家己细汉的时阵就想要穿，不过家庭的迄个环境无好，无法度互伊去穿迄。所以吼，大家看这张这个100岁阿妈吼，都是伊的4岁，带伊来体验这个旗袍，嘛算是一个完一个细汉的时阵的梦想安尼。听讲啊，阿嬷有讲。相片啊，翕的就好。伊若是过身了后，伊就爱用这张相片。对伊来讲，这是上水的一个瞬间的对啦。是。安尼，咱今日要来大稻埕翕相哦。嘿，翕相讲故事，讲感情的故事。欢迎阿怪啊，老师，欢迎。大家好。我是伫大稻埕翕相的人，今仔日咧，我传一寡相片，要来大家讲一寡大稻埕的故事。大家拢知影呢，大稻埕是台湾最重要的商业的发源地，所以大稻埕到即摆有足侪足特别足传统的老店。第一间叫做黄长生，你若看即个画面，来要看卖即间黄长生是咧卖啥物的？中兴本路应该是中药房，遐有足侪中药房。是的，大稻埕这边有足侪中药房的，这就是黄长生中药行的内部，还因的家族的一个合照。这间黄长生中药行呢，我感觉因有2个最好的特色，要甲大家介绍。第一点，因内底买的所有的药品啊，都是拢非常坚持传统的古法落去处理、落去制作。第二点。即阿嬷甲我讲一个足趣味的故事吼，其实因内底即马足侪物件拢有伫网络上咧买啊嘛，就一个宅配交出来就好啊。就算讲是安尼哦，嘛有足侪人客哦，特别按迄个花莲来行一遭大稻埕，干那来为着要见阿嬷一面，听阿嬷讲吼，你这药就要安怎食，
你平常时你生活你袂使伤晚困啊，啥物，啊，得甲骂一下，啊，甲叮咛一下，啊，伊听了才会欢喜，啊，才会要来转安尼，都为着要听阿嬷来甲你念一下安尼。所以我感觉讲吼，即种的老店，即种有人情味的所在是现代即个社会是足欠缺，啊嘛足需要的一个店。好，后一张。菜刀。这刀啊，大家来摇看卖，刀啊是咧创啥物的？切菜。切菜的吗？这刀啊看起来足新的、足来的，啊，毋过已经拢用几60档啊哦。大家摇看卖中药行，啊，你这创啥物的？车油啊，车油啊，车油仔。哦。拄则我有讲嘛，迄个因是足坚持传统的，啊，车油啊嘛是哦。头家甲我讲，因是规个大稻埕，敢若剩因一间，佮用手咧切心啊。这是为虾米呢？你看这个心啊，逐支拢迄个大细拢无共款，啊，伊来用机器去切啊，一定切啊有薄有厚嘛，所以吼坚持传统啊，逐工安尼用人工落去切。头家甲我讲吼，伊敢若磨刀，一工都要超过磨超过1点钟。嘿啊，真正是足坚持传统的一间店。好，后这张图我想要甲大家讲，大稻埕除了中药房足多了的。其实猫仔嘛足多。对啊，我去遐，我就爱去遐零咖啡啊，还有足侪咖啡店，啊，拢有迄个狗啊，啊，佮有迄个猫啊，电猫电狗，宠物友善的所在就对了。是。看到猫仔，敢若是去迄个高东有无？嘿，对。东高新北市啊，新北市。对。大稻埕嘛有，遮侪猫。遮侪猫。大稻埕嘛足侪猫仔，啊，毋过为虾米大稻埕足侪猫仔，大家敢会知影？大家要摇看卖吗？大稻埕上多是啥物？上多是甲食有关系。我知。啊，若甲食有关系，就足侪啥物物件？鸟鼠啊。犀利，足侪鸟鼠啊。犀利。大家拢会知影。足侪鸟鼠，啊，所以有足侪店伊就去饲迄鸟啊，啊来掠鸟鼠。啊，到尾啊，是到即马。足侪猫啊，伊本身的人气足悬的，悬到甚至伊有家己的 Google 打卡点。嘿，店家佫无一定讲有家己的 Google 打卡点，啊，猫仔家己有安尼。所以吼，连讲大家来大稻埕佚佗时吼，会使来行看看，啊，搜寻各个店猫来去打卡安尼。好来后一张，足古锥哦，甚至讲吼，画猫啊，伊佫甲因店的名印伫遮。伊叫乌藤的呢。对，伊叫乌藤，啊，伊是义和的店。伊若是吼，安尼印伫悬顶，伊若走来走去的时阵，就唔惊走无去。过来就是讲吼，伊踮遐迪化街咧踅大鼓的时阵吼，就拿一个活招牌共款，对无？啊，大家啦，伊咧人起来看到，这是好可爱，这是哪一家的？广告好购就来啊，对无？我就是安尼啦。对。就去看你。对，就去我看去啊！你在哪里？我跟你回去还不好啊？就第一期啊，第一期拍摄啊，就顺续搁买一寡物件走呢。对。是讲伊咧模仿迄查某囡仔换那足像。是啊。你连会使拢安尼介绍无？这个我等下拢安尼介绍嘛。对，我就知你介意味的啦。这句爱甲插落啊，我是你以前中中的学弟，不是学妹呢。你学弟哦，我是学弟啊。中中的哦。哎呀，我中中的呢。你嘛较早讲嘛。哎呀，好拢这起哎，好靠拢这起，你唔知啊？卖改掉了嘿，你介绍啊。真好。过来后一间店要大家介绍的，伊是伫先锋庙头前的一个碎条的巷仔内底的一个职人。这间职人叫什么？叫做玉凤旗袍专家。这间小小的店面就是中间这个陈师傅，陈忠信陈师傅伊平常时咧做旗袍的所在。拄则迄种上穿啊就缘投的嘛，啊毋过其实平常时陈师傅咧做工课的时阵，拢是穿一件汗衫，这就是陈师傅的标配啦。啊，陈师傅除了足够做旗袍，已经做几60年，伊是普罗级的专家之外咧，伊嘛有做一寡电影的伊个戏服。伊上知名的作品呢，就是侯孝贤导演的《刺客聂隐娘》。内底的全部的衫哦，全部的衫拢是陈师傅安尼一针一线去甲添出来的。纯手工的。纯手工的，啊个得迄年的金马奖的最佳造型奖。对，所以连讲你来去大稻埕踅的时阵，你莫看袂起迄种穿汗衫踮遐行来行去阿伯哦，无一定都是金马奖大师哦。对。我来看后一张图。这后一张图一杠一杠的，这个是啥物呢？大家敢知影？海报。
无，唔是海宝。这是他做迄个单师傅的物件吗？是，这是跟人客有关系的物件。所以我知拍板。哎呦，这个内行的啊。因为讲者吼，阮妈妈是做查某西装的，咧大场顶学师啊，所以拢爱用迄个纸，甲人客的身体吼扭好了，寸条扭好，啊开始用纸画落来了后，啊甲加出来，这叫做拍板。每一个人有一个版型，是不是？犀利、健康、来哦，来，我来看。哎呦，真好看哇，头给你无，我无要。你甲伊交要。阮学弟安尼。是，感谢阿母，谢谢。乖啦，哈。真好钓。来，我来喝咖喱。后一题，来，进来后一题。好，来，拄则大家看，安尼一张的吼，到陈师傅的手下，就变成安尼一件足水的旗袍。为什么要安尼打扮呢？其实吼，大家看安尼搭配安尼穿就知影。旗袍的重点是啥物？是合身、合身爱 fit 嘛，对无？就搭咧身躯的。对，爱搭咧身躯的。啊，若要搭咧身躯，你就是爱自头到尾，你仔细丈量安尼每一个所在的尺寸，啊，甲做成一个版型，啊，就是大家看到安尼一根一根的迄个物件。哦。来，后一张图。这张图是陈忠信师傅的手，大家看嘛，你来看卖家己的手，啊，甲陈忠信师傅的手有啥物无共款无？伊会靠吧？对，除了靠吧之外咧，我知影伊迄个正手中指顶悬迄个是啥物？这个是啥物？请讲。你知影无？我知。你真正知吗？我有知。给你。机会好点，机会好点。但因为安怎讲，就是迄个你要缝衣服，提衫的时阵，嘿，提衫的时阵，迄个。迄叫啥？它是硬硬的。定，你创啥？定这伊的功能。伊就会袂创到手。你伫咧缝衣服的时阵，迄个真安尼用就袂创到手。袂去烫到手就对。敢是这个功能？是的。恭喜！我要看嘛，伊的名，我若无记唔对，应该叫做尖子。尖子是不是？就是尖到遐就会停止，因为你按出拄入去伊个冻掉的。对，是无唔对。尖子，迄就是安尼尖要签过时阵吼，惊去拄着手，啊，所以就爱挂一个这个来防止迄个手吼去拄着，去拄着，嘿。啊，除了这了以外呢，你看伊咧陈忠信师傅的手吼，遮有一寡最严重的变形，啊，伊关节的所在这嘛有一个最严重的变形。哎呦，为什么有这寡变形呢？其实吼就是。做同一件代志，啊做几啊10档，啊手是拢安尼做维持这姿势，维持几啊10档，啊到尾啊伊就是迄个所在就是会肿起来，啊去变形安尼。哦，陈师傅伊甲我讲，伊定天啊困袂去，这就是身为职人的一个印记啊。我感觉伊的手就有生命力，啊就对我来讲，就像迄手外年轮的迄种感觉共款就。生命力的感觉，所以我就甲这种手。你这2000嘛爱互伊手就存在。是啊，无啦2000无够啦，2万啦。哇，2万。你才都有讲到，你无伊啊？哦，我想讲伊袂记你，我就老。哎呀，恭喜发财啊！恭喜发财啊！真好钓。赞。我嘛袂。你嘛袂加油啊？哦，我加油。后一题。我来大家介绍后一间店，这间店叫做姚德和青草号。这间店已经有70年的历史哦，按第一代开始算。一开始的时阵呢，伊毋是伫市场啊内底一个碎碎单啊咧卖青草茶，啊卖70年，卖到即摆已经有一个两间店面跨的一间足水的店。哇！对，这是伊店的内底是看就现代足水的对无？对，我感觉因足认真咧做现代的转型，为了要甲迄个青草茶文化啊推广吼，迄个即摆现代的人啉，所以吼，因的店内底除了卖青草茶以外，还卖足侪青草的，你会使家己包、家己买青草啊，等去煮。啊，因为即摆现代人有的人足无闲的嘛，无时间等去煮青草嘛，啊，所以有的因遐嘛有出一寡，譬如讲茶包，还是讲迄个浸骹的、浸身躯的草药包，就是出即寡产品，会使互大家较方便啊，落去用一寡青草的产品安尼。是。我听因咧介绍因的青草的产品时，我感觉讲吼，啉青草茶啊，佮用青草的产品是一个足好的生活态度。安怎讲咧？来，后一张图。这张图，这个姚女士，伊是姚德和的第2代。大家来又看卖这个姚女士伊几岁？这有2000吗？这有2000吗？有吗？来，58岁。伊58岁，耗子58岁，个人要要无？60。
60岁， 60，哇，哎，搁加一个，70，这个阿嬷已经80几岁，要90岁啊，要搞对，看不出来对无？啊，那保养到这好着。系啊，迄天毋但是外形看起来就少年了哦，迄天我咧甲访问的时阵哦，行路有风，你讲话时阵中气十足，完全无像一个80、90岁的阿嬷。我就甲问讲，你阿嬷你的迄个秘方是啥物？你的养生的秘方是啥物？伊就笑笑啊，就讲我也无啥物秘方啊，就自细汉的时阵，我若是身体有啥物无爽快的所在，我就去阮阿公讲，阮阿公就来去遐万一寡药啊，遐万一寡草，自细汉开始吼。到即马就是拢接触一寡即自然的物件，若有身体有啥物代志，伊就用上简单的方式就去调养，伊生活就过啊最好，就过啊最健康的安尼。系啊，愈简单愈好用，愈简单愈好用。伊是拢用中药啊，自细汉我若是感觉身体无好，我甲我妈讲，我妈摕100块我就好啊。真的啊，后尾啊袂好啊200。你是在暗示我吗？对，我哪个？无那爽快，身体怪。爱看钱哦，爱看钱哦，嘿，甲后一个问题有关系吼。对，哦，1000块。对。有问题哦。为什么搭配今仔带炸这侪钱呢？其实我要来问一个问题。是。嘿，拄则介绍姚德和青草店。是。啊，其实1000块钱馆顶啊，有一项物件是姚德和内底有卖的。大家来找看卖伫倒位，啊是啥物物件？姚德和一定有1000块。伊有1000块，啊，不过伊无咧卖1000块，歹势啊。伊草啊，吼。都一个是顶管有草啊，有这种草啊，你可能唔捌注意过。我有看到啊，我有看到啊。是真的？食啦，是真的？是吗？这是啥？食啦。敢安尼吗？是真的啊。青草啊，这青草啊。敢安尼？青草啊，啊是啥物草啊呢？你无可能知影对无？这哪会知？草真有啊。可能。杂草可能嘛是药啊，对无？是的。啊，恁拢药袂出来吼，我就来解答啊！到底1000块顶悬的草药啊，到底是啥物草药啊呢？加角刺，是啥？大家看1000块的这个，来这个就是，是这，嘿，是这个，对，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是这个，是，就是迄个。我看袂出来，我看袂出来。迄个姚德和姚女士甲我讲，足趣味的，足侪人客来，啊，就讲，我要找迄1000块馆顶的草，啊，你有咧卖无安尼？是，所以足侪人拢知影讲，馆顶的迄个草，啊是青草店有咧卖安尼，这一定足厉害，这客咧1000块顶悬啊！对。其实馆顶的迄个呢，是甲是鸡脚刺的兄弟啊，因是同一种的，1000块馆顶的是玉山的特有种，啊，平常时阮伫青草店看到的，迄就是平常时比较常见的一般的种类。啊，会使食。嘿，迄会使泡茶，会使啉啊，会使保元气。食凉的。对。太厉害。所以就是人会甲做成茶包啦，还是讲直接卖药草啊，互恁等去煎安尼。像爱退会啊？我需要退会吗？我太需要退会了。来啉笔啦，啉茶啊，就有感觉。多谢。感谢。哇，加角刺，这就是加角刺。对，这就是加角刺本人。嘿，啊，今仔啉的青草茶，就是含有加角刺的成分的一种青草茶，大家来啉看卖。啉看卖。好啉呢。有好片无？无够好片。啊，无够好片啊！听起来怪怪。煮汤了较好啉，煮汤较好啉。啊，袂煮进前个味较歹味。啊，我介意这味的。哦，这较草谱。草谱味吼，一个草谱味。菜脯，感觉菜脯的味，对。菜脯的味。老菜脯的味。老菜脯，啊个有淡薄爱清过梅啊。我这要讲干那个，有的地下色足实的有哦，你请一晒入去就片着。我唔是讲伊煮起来真香啦，但是你安尼片真足奇怪。对。有一个地下色发霉的味道。感觉有呢。对哦，你改口好啦，但是这就是台湾的土地处处是黄金，这是就赞的草药啊。是。嘿，请坐，大家请坐，慢慢啊啉。嘴尾苦甘的。刷落来，我有第2条的题目，想要甲大家请教。啊，这嘛有2000吗？这个问搭配，爱加码爱问搭配，好不好？等下，先来猜题。
这个老家私呢是伫大稻埕的一间店去甲招的，大家来约看卖是啥物种的店会有这个物件，啊而且这个是做啥物用的呢？这是种菜啊，这就是迄熨斗啊，但是就重呢，真正足重，就重呢，真正足重我无摕过，我摕过。你说你说你，哦，足重的，这是健身狐狸，有诶，会忝呢。是啊，你摕看没？这真正有。有到啦，有对嘿，这应该是以前古早番薯食到歹的时阵哦，无插电的时阵。内底敢若是客火炭。对，对无？为顶外甲拍开，火炭就在是不是安尼咧？是不是安尼咧？来，甲大家来解答哦。这到底是什么款的店所藏的老物？来哦，我的钱好。猎奇。对啦，有到啦。对，大家拢约啊，真对，就是运到。伊是伫一间咧定制西装的店去甲招的。啊，为什么伊有这老物件咧？大家来看，这是一个凯恩洋服，伫大稻埕内底一间咧做定制西服的最有名的店。是。啊，迄个头家呢，其实有一个梦想，伊也世界去收即寡老的这种裁缝相关的物件。伊希望呢，也甲伫大稻埕开一间裁缝博物馆，啊，后来大家多更加的去认识迄个裁缝的文化，啊，去推广迄个西服的文化安尼。嘿，这就是凯恩洋服的范总经理的本人，伊对西服的文化真正是足有热情的。是。你甲参观时阵，伊就足细心的介绍，无共的领，无共的迄个是什么作用，啊，什么款的无共的场合，穿无共款的感觉。你敢有注意过有足侪款的领？无共的型，无共的长度，啊，伊的角是毋是圆的，还是尖的？真正有圆有尖的呢，吼。而且关刀阁有差呢，吼。对。啊，有的较开，有的较密安尼。对。有的适合做工课群穿，啊，有的适合去参加 party 的时阵穿安尼，拢有无共款的迄个正式的程度安尼。够用心的。是。又甲我讲一个故事，伊讲伊有一寡客人啊，是按小学第一件衬衫去引导做，啊做到长大后出社会第一面试的第一间公司，啊要穿的西装，按从小到大每一件衣服都是拢去引导做的。哇！啊，这个人客厝应该不哩好过。对啊，就有钱哦。对，详细细节。对。就是伊这人客哦，每一届。伊的性命当中最重要，迄个时阵伊拢有参与着。是。赞。这有意思。伊讲的袂歹吼，讲 OK 吗 ？OK 啊。要打赏吗？谢谢。哦，那今天那谢谢主委加码，谢谢。恭喜哦！安娜。来，讲。来，这差不多5-6万呢。那加好康啊咧！无啦，我拍摄啦，开玩笑啦，但是毛怪真正是足用心的，足用心的。老师请坐。我嘛用心甲坐的。你用心，我甲收起，袂使甲迄个高调。其实吼，有伫咧大稻埕内底有足侪像这种百年的店伫咧内底。我进前吼，我今仔我有炸墙，这嘛是我去大稻埕买。哎呦，这啦。水卡啦，对啊，水卡啦，啊，这个会使慢起，对无？这泡温泉的时阵，我记得迄间嘛差不多100年啊吧，有，对无？有嘛，有。啊，你知影这个物件叫做啥物无？这个？我细汉嘛有用这个，冇用这哦。啊，这有当时会落来哦。对，有当时会落来。啊，这个用起哩，唔免修理，你浸水了个用起哩，啊，伊就碰着，啊，就个固定。嘿。你问这叫啥物？对。这感觉是啊，有奖金嘛？是啥物啦？老爷，我知影。这就先金箍咒诶！第一个这种大型的叫啥物？叫啥物？大型的第一个这种大型的。烫。第二个他跟我讲，迄个啥物？烫裤。你讲着。烫裤。你这毛奖金。
金，谢谢，多谢了，奖金，新年快乐耶！汤箍啦，汤箍，因为吼，伊这吼应该是用过黏的啦，啊，你若无汤箍安尼，伊可能会散去，用久了伊会散去，所以爱甲箍做伙。那讲到汤箍的，我实在大稻埕一个在地汤箍，真正是。除了他之外，没有别人可以称作堂科。哦，在地堂科，在地堂科，伊是一个人，唔是一个水桶，唔是水桶，唔是水桶。但是伊的作用就是甲大家揽做伙，揽做伙，箍起来，好大家袂散去，袂散去，人面有够快快。哦，咱来欢迎毛怪老师的岛南好朋友，大稻埕堂科游天明。啊，大飞呀！哎呦，进来就当啉哦，来请咱啉茶米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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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，茶啊是米咯。哦，恁人讲米咯，西米咯，拄仔讲西米咯，咱即马讲茶米咯，啊，这是阮西米咯改变的。茶的饮料啦。哦，茶饮料哦。请坐，请坐。茶米咯。好食的。嘿，有去申请迄个名的注册啦。哈啦，有去商标注册，啊，这是咱已经寄往的庄永明老师赐予阮的这个品名，因为阮专长是做芋头西米露。啊，伊讲啊，你大稻埕人来，应该做茶啊，那做茶米露才对。是啊。所以，互阮这个。商品名啊，我感觉嘛是有理的啊。阮太太想差不多10个月，10个月怪怪。 10个月，真是歹死啦！生出来，嘿，啊，怎生出来？这个产品，因为无化学、无香精的这个，啊，内底有乌龙茶冻，嘿，你啉起来有 QQ。 啊，甜甜，迄就是乌龙茶。古早味的感觉，现在迄个脆味甘甘，搁香香，甲迄个西米露完全无同款的甜，清甜。哎，你讲到这个清甜，我感觉另外一个气味是迄个蜜的香味。哦，因为伊迄个茶内底可能有迄个蜜香。吼，有啦，阮太太有特别搁熬煮，这汤嘛是一定家己煮的。啊，是讲拄只阿怪讲吼，咱民国啊，你是咱大稻埕汤科，啊，但是你看起来感觉。 故意啊，那会是汤锅吼？无啦，这是伊个乌肉啦。啊，阮是因为阮自囡仔时代就爱烘茶，爱甲长辈烘茶啊。看妈妈吼，就八面玲珑吼，将爸爸的好朋友吼拢招待甲足好势。吼，阮就是来养成，所以变讲会想要甲人交陪啊。差不多50岁时阵，我就有一种心愿，就应该爱去帮助别人。所以。 只要有新的店，还是看起来敢若生意歹歹啊，我拢会去尽量去关心啦。因为开一间店是无遐简单。啊，咱若拢来不及认识，伊就要收起来，咱拢会感觉讲啊，就无收，咱实在是对不起因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哦，就听小因就对啦。无因为新的店。 在地人应该爱去帮忙，到夫妻啊，对啦，嘿啦。无你去遐开店，讲了伤严重。没，最好听啊！艺术难起劲呢，你看你无看？教育片，今日是教育片。好啦，5、6片啦。5、6片啊！所以你内底搞一个这个群组内底拢是恁大稻埕的这个商家的。啊有啦，头家。毛怪拄仔来我家拜访的时阵，我看伊真少。 少年家台语会当讲甲遮好，啊，我讲啊，这看起来足庄严的吼，足庄严的，庄严的，嘿啊，看起来安尼，讲个安尼，啊，就知影甲讲，我甲讲，阮在地有一个群组就是拢4、500个啊，这个有人甲合作希望学院啦，啊，其实一开始我是讲读书会就好啊，吼咱。 咱要交朋友进前，咱先读书，观念创好共，啊，才入来合会。有大哥真正是人面这看，啊，大家嘛这尊重伊的。我有
一个问题想要甲请教，伊讲你等我一下哦，逐月随卡，领档的啊，伊迄个400-500的头家随群主随甲传，我即马即一个少年有一个问题，这安怎解决？安怎？无啦，我是惊我袂记，所以会知哦，随班啦，随班啦，所以嘛毋是啥物痛苦啦，我是感觉讲，我足爱做即个代志，所以来店的消费的人客，只要我有时间，我会甲泡一泡茶吼，请伊啉一杯啊。啉一杯啦，啉一杯是，但是你啉茶以外，阁有另外一种创意的饮品，是毋是？咱今仔日会使 DIY 做伙来做，家己做，家己做。今日会秘密大公开，因为阮某吼。无在前，翁就轻盈。是安尼，伊足够研究物件。即个茶米露嘛是伊为西米露研究出来茶米露，茶米露则个研究清酒西米露。清酒，人烧酒诶，清酒就对啊。即个清酒就是因为阮在地好朋友吼，因。每一年拢会办一个清酒节，伊希望讲阮西米露会当研究出来一个叫做清酒西米露。无咱现场来甲调。好啊，嘿啊，想要啉好，想要啉，传一个好啊，来去，哦，调酒的时间啦。即嘛是要互咱体验一下，咱清酒节阮会特别推出这个清酒。特调就对啦。第一个动作为遮。看要偌甜，糖食甜甜，清酒伫遮，这就是酒啊，来，这我安尼做吼，这蚵啊，绿头西米露，这是西国米西米，芋头呢，对哦，我边仔一个西林哦，耗子，玉琼西米露。冰甲加较侪，糖较侪吼，就较好啉。这是啥货？这是加鲜奶。牛奶，嘿，熟奶就对了。足好啉的呢。来，哇！我泡第一杯啊，是嘛过来？有人爱我用无？还是恁家己来？我想家己，你想要家己来？你两爱个客对。对。两哦，爱掺两啊！哎呀，较乌搭散的，咱就好食较济哦。我好在做。我讲到要食，大家拢要变乌搭散。你肉也白，无呀，已经甲咱传好这个叶酸糖心蛋，这是机能性的鸡卵。机能性的。台湾好农伊这个叶酸糖心蛋。哦，所以你糖心蛋调酒的就对啦。对，直接安尼食。酒配。糖心蛋，来，家己调家己。哦。糖。来，我先提出来。糖。糖吼，糖在你啉。啊，无就两汤匙。哎呦。啊，无就三汤匙。好先谈甜啊。酒我唔敢啉足济，我一点仔就好。啊，这酒。啊，是你最近要调身体，准备要茁壮呀？你哪知？哎呦，救命啦！记忆神啊！哎呦，熊嘞，这个哦。我食。啊，你两哦。啊，蚵啊。蚵啊，啊，搁迄个。安尼，一个，我最爱食蚵仔。刘大哥，你有满意吗？你调的味，是，我调的 OK 啦。嘟嘟啊好吗？我是感觉酒较要紧。边要啉。对。你嘛想要加滴几滴？对啊。这内底上贵的酒啊。来啊，加落。安尼伤济无？没。哎，足香的。真正可以啦。上过你食最甜的哦。不是因为食较甜的吼。哎，生好生啊！都想要生嘛吼。食甜你好过年来知无？对。我这来人。对啊。老一寡有搭配，伊拄啊讲伊糖要加较多。来。哎，你这是啥？哎，哪有这？什么这老板？来哦！我就点点啊加啊！你两个那一个怪呢？菜罐的啦。哎呦，家己有传的。啊，你这拢无要创啊？就安尼就好啊。我人要创啊！我人这个奇怪啦。冰格嘛爱试者啦，冰格。爱啦。我嘛爱。冰格做利用啦。
没办哎，我感觉有一点啊，伤济啊那个。你爱加牛奶吗？哎呦，你爱加牛奶吗？我好。袂，加入啉足好啉的，真的好啉吗？对啦，啊就是加落。这梅仔酒呢？梅仔酒，这梅仔上好的啊，啉袂出来，这叫梅仔酒。哦，梅仔酒，是不是？你看阿妹讲啊，对吧？你看，好啉来安尼，哎，阮人客拢袂安尼呢。酒有够，你这是耗子甲你。哦，这个 My God， 这个配音有厉害诶！你数一岁，你啉我的，我有够好啉的，足赞的啊！伊的酒足济，加足济。无足济，你啉看，无足济。就怕咧，你啉安尼，迄个气我这边摇手是不是安尼？安怎？干嘛碰水呢？我啉看卖。你放个这型的，哎，安尼。耗子迄杯痛苦啦。不过你的酒足济呢。我会较好啉，你的无味，你的无味。我这吼，你拜托爱得爱我安尼，我这个配音才对啊！伊迄心酒，伊迄心酒，分店足多诶。他讲我要地地贵地。对啊，给你啊！你也来，哎，调到酒保，这站。耗子跟卖菜，讲对啊，你爱报，我都来啊，你嘛食一啊？好，我来食。试看卖。买有耗子啊。来，我管你，我们来讲。真人就好食。这什么味？哎，你这做酒配真正配料够好啊！的。我试过两配就加麻呢。我甲你讲，你有心的吼，加2两。我都无啊。我无，啊袂使讲，无3块我袂使讲。对。先报。啊无啦，先报。加这挂看好都水香气嘛。对，美女好食香精。赞。哦，这个食甜甜。哎，好食。这后生。啊，你也食也共食啦，啉嘛共啉啊，对无？拄则1000块的嘛共啉落。即摆感觉阮大酒店啦。哦，大酒店咱好甲这型的，比我想的，以前拢是古早，看的就是韩剧、地美无就中药，想袂到还有这种的。文创哦，都文创啦。系啊，因为我细汉时阵住伫咧遐，啊，我甲阿公阿嬷对，啊，阮伫咧太平市场遐嘛有店，细汉的时阵，啊，即马拢无啊啦。但是我足介意遐，啊，我大概转去啊，我拢感觉迄种感觉足好的，系啊，啊遐嘛会使徛空车，啊，我常常去遐行的看卖，啊，就想到细汉时阵的，嘿啊，起码你嘛会当来啊，只要坐捷运甲大桥头，对啊，足方便的。领导啊，啊嘛无想到，嘿，对，我已经就是读太平国小。你学妹哦，你学长，你要跟你是同学哦，你是学弟，你在搞一个群主啊啦，恭喜！这有学长，啊，这有学弟，你也学弟。对啊，你有学长有学弟，你这票无到伊袂使啊。有过关啦，大酒店啦，英雄老留念，谢谢姐妹，谢谢搭配。上有感情的摄影师，大家做伙去大酒店去佚佗，好不好？观众朋友，你若是有出名故事，欢迎来报名参加讲故事，给大家听。海海导览真心，后集来相会哦，拜拜。